我係一個演員，做咗 Dr. Hair Secret 嘅100% 爆發療程之後，解決咗發線後退同壓力嘅問題。睇唔睇得出我幾多歲咧？其實我已經40幾歲㗎啦，仲有一個20幾歲嘅女添。咁點解出到街啲人仲成日讚我後生？因為我做咗 Dr. Hair Secret 嘅100% 爆發療程。咁大約年幾前嘅時候啦，咁因為工作壓力同埋拍嘅時候要日夜顛倒嘅關係，咁我發現到我啲頭髮係逐漸稀疏嘅，同埋有甩頭髮嘅情況出現。嗰時啊，我都開始尋求緊呢啲解決方案㗎啦，好似搽生薑啊、搽白蘭地喺頭我都試過，但係咧效果真係好唔理想。嗰刻啊，我成個人灰晒㗎，有 job 又唔敢接啦，又怕影響到之後嘅生計。直至我遇到 Dr. Hair Secret 啦，咁初上嚟咧，其實我諗住搏下嘅心態嘅啫。聽完治療師嘅分析同改革係點樣部署，由咩階段去到咩療程，會有咩效果咁。嗰時啊，我個心思定啲，因為我知道仲有得有。幾時會睇到有咩效果？療程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其實我已經見到啲成效㗎啦。而且咧，整個療程都好舒適，冇乜唔舒服或者痛感。你哋唔好睇我大隻咁樣啦，其實啊，我都好怕痛㗎。而且最緊要嘅係咧，喺療程開始之後，我發覺我嘅頭髮真係濃密翻，喺髮際線嘅地方咧有翻頭髮生翻出嚟，頭髮多咗。最緊要就係拍嘢嘅時候唔會曲咗忽咁啊！呢個療程唔單止改變咗外表，而且仲令我心情好翻好多。起碼我唔使再擔心髮際線後退同脫髮嘅問題，可以專注翻喺工作同生活上面。所以我真係好多謝 Dr. Hair Secret 嘅100% 爆發療程，佢唔單止拯救咗我嘅頭髮，仲簡直可以話拯救咗我嘅事業。如果你同我一樣有呢個脫髮嘅煩惱，我強烈推薦你試下呢個療程，你一定會睇到一個令你滿意嘅結果。